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富强50家庭坚实。这个家庭坚实呢，是要看见说一个微小的家庭的美好，也造成整个教会大家庭的坚固。我们要等一下复习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教导。富强50家庭坚实给我们的学习是，首先我们要从这个主题当中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标准，就是坚实的家庭，它是由上帝所建造的。我们今天读了第一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很熟悉，甚至都会背的。一般人都会背这一个和合本了那其实内容都差不多。我们是确认说，上帝就是家庭建造者，他是首席的建筑师，所以圣经才说，要不是上主建造房屋，建造者的工作就都无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所以一切都徒劳。那这句话很明显，因为文字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社会，建造房屋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建造一个家的工程。那为什么圣经会跟我们讲说不是上主建造房屋？那跟我们事实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不是这个圣经的话语写错了，是它有内部更深的意义。事实没错，我们借由建筑师，借由营造工程，帮我们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家，那个都是我们日常在家这里面。我们在台南地区很多地方一直在盖新的楼房、新的房子，但是他讲的，既然我们看的事实不一样，他就在讲我们这个心灵，我们这个家的一个本质是上帝所创造的。有房屋的外壳，但是还有家庭的恩典。也因为这样，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在富强教会50禧年当中一个意象，一个看见，就是说人可以建造房屋但是只有上帝能建造这个家。我们可以用我们富强这2个字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说幸福的家庭它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这个富有物质的丰富，但是这个富更强的是上帝权柄的设立。上帝的权柄在一个家里面，不只是物质丰富也更有意义，而是它会变成强盛。富强2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看见神在给我们富强教会一个很特殊的命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50禧年的意义，如果说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值得纪念的、值得去推动的，我们绝对不能缺少，就是我们的家是被神所建造，是将家庭的主权重新回到上帝这边。因为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知道，如果没有属灵的根基，没有一个属灵的架构建造，家庭就容易在风浪中倒塌。当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它不是一个客厅里面的一个摆设，或是一个中堂一个匾牌放在那边来表示，而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福音、主耶稣的救恩真正在我们的家中显现，这个家才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彼此的一种激励，说我们的富强教会50年后，今年50年了，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50年。我们最大的投资不是说我们的教堂盖的有多大我们的土地有多宽多广，而是重要是我们的投资是在家庭里面，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就是磐石行为的原理。磐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磐石它是有特质的，它是坚固的，是不移动的，不会被外在的力量所动摇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在我们的属灵上面，它就是
听到而且要行道的文化。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句圣经节我们很熟悉哦，但是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句。第一个，听话去实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聪明人，换句话说，他在找地基建设的时候，他一定会先考量，不是我的房子要盖多漂亮，我是要找一个非常坚固的地基，这地基盖起来，房子才能永久，才能稳固，才能牢固，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实行就是聪明人盖房子在磐石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会让人家说你不是聪明人，但有时候聪明人会做愚蠢的事，你知道吗？我们台湾诈骗是全世界第1名的，最容易被诈骗的不是那些贩夫走卒啊，是那些有钱人，要不然就是聪明人，因为他很有自信，认为我不会，反倒是被骗了。所以聪明人是因为实行了神的话语，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盖在磐石上不是物质性的原理我们用科学仪器或是用钻探的探测说这个土地是多坚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神的话语放在这个家里面，这个才是真正坚固磐石的意义。所以家庭坚实，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它不是说你的家庭天天都在教会参加聚会，或是教会很多活动你都是第一手参与的，热情参与，这个是外表的一个表现。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有上帝的话语 logos， 你能够转化成为你的生活跟行为，等于整个生活的日常，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上帝话语实行在教会里面，实行在你的家中，实行在你的职场，实行在你跟你的家人、长辈也好夫妻也好，还有儿女也好，它一种美好属灵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坚实的家庭是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夫妻沟通啦、儿女的教养啦，还有财务的规划上面。那个就是真正的磐石。那个磐石是有属灵意义的，是坚固的，是在神话里面永不动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喜欢用富强这2个字。如果说我们真正看见富强在我们教会神特殊的命定意义，富强不只是教会的名称，而是上帝对他属灵家庭的应许。因为神要在每一个会友的家中来动工，我们就每一个家庭就成为坚实的磐石，每个家庭都是坚定的，被神所眷顾的，是一个福音的基地，是一个见证神的爱恩典展现的地方，是发出温暖跟光芒的地方。当每一个家庭，富强的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时候，富强教会就成为一座山上不能遮掩的荣耀之城。意思是一个一个坚实的家庭建造一个富强的教会。感谢主，这个不是什么新的什么道理，而是我们觉得最基本最基础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能够非常非常的体验很深的哈。如果从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或是信仰成长，神把一个家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身上，我们会看见说，其实家庭是最重要的属灵操练的地方，是讲爱、讲饶恕、讲体验、讲牺牲、讲脾气的操练、讲性格的塑造，都在家里面。外面的教育，即使是再多么的坚实，你在家庭怎么实行，那才是真正的实验场。也因为这样，我们又求神，在这个道理、这个分享当中，不是说谁会、谁对、谁会教、谁讲的最好，而是说，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你我大家都在这一个家庭的场合一起操练，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一起接纳，也一起提醒，特别是一起鼓励。因为这样子，我们富强教会在庆祝50喜年，从每一个家庭都蒙福，每一个家庭都得建造，每一个家庭都坚实，那就是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最大最美好的礼物。因为这样，我们再次宣告确认说，家庭对不起，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看见一个世代的传承。除了一个坚实的家庭以外，那是包含了世代传承的道理。我们知道从利未记里面的50喜年的一个神的一个法律或是律法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他说是自由年，还有说你要回归你的本家。你到外地漂流50喜年的时候，你要回到自己的本乡。所以喜年是强调归回本家。如果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是要看见说50喜年不只是庆祝过去我们多么美好的历史资料一个一个来拿来呈现，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看见以前神的恩典的轨迹，但是更重要是点燃这个信仰的传承。这个传承之火点燃，才算是这个神恩典的延续。所以家庭若没有属灵方向，那就会被世界所牵引，会被侵蚀掉了。第二个是再次宣告说，家庭是信仰的第一个宣教场。我们绝对不可能逃避的，也无法去卸责的，就是你的家里父母、夫妻、儿女，你就是把它当成宣教的场域。儿女的信仰的第一个老师，不是学校的老师，不是植物学老师，不是教会的牧师，而是父母。所以父母的生命榜样，就是一本活生生、最现实的儿童看见的圣经。小朋友可能从小他也不晓得圣经是什么，可能他会跟你牙牙学语，甚至会背金句。请记得，父母的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作为，他所做所行，就是儿女第一本圣经。因为他从父母身上看见这个圣经实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这样，我们看见说，一个坚实的家庭才可能建造一个丰盛强盛的教会。它的目的不是一个逻辑推论，而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神所命定恩典的。因为这样，在年初我们50喜年开始，我们呼召，我们唤起，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在喜年的恩典中，我们看见这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重建蒙福的家庭。这个蒙福的家庭，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说，家庭的复兴就会带来世代的祝福。马拉基书4章6节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本圣经，当然有很多值得教导或提醒的地方，但他却是把家庭看在一个重要的点上面，世代的和谐，彼此的接纳。父亲把你的心思，把你的定位思考放在儿女身上，儿女也看见父亲，他年纪、他的世代、他的背景以及他们的思考，彼此因为转向的时候，父亲会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作为，有这样的思考。因为世代差异越来越大，我们看见这个转向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不是说我要完全代替你，或是完全成为你，而是将心比心。这样的话，一个家庭很多的冲突就会化解，那个接纳温馨就会来到。我们也知道说，小说或是我们的连续剧，或是我们看见的影片，哇，这个家庭
亲子的关系的故事永远讲不完，因为它是永远是我们说是基督徒一个操练的场域，一个传福音的场域，也是一个得到力量的场域。圣经将世代和好看作是一个复兴的记号，所以家庭破裂，信仰传承就会中断。也因此，我们看见我们富强教会未来的强度，就是取决于家庭的温度。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转变，我们富强教会算是一个新的社区的家庭。我们家里面如果在富强教会有一个3代都在这边的，已经很少了，这是现在社会的现象。不过你如果比较郊区或者乡下的教会，有时候一个教会的聚集就是一个大家庭，真的是有亲属关系的，大家在礼拜天同样见面。但是这个并不影响说小家庭在这里，每一个小家庭都得着上帝给你这个爱的温度，才是最重要的。诗篇128篇第1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跟我们前面听这个话去实行，就像聪明人把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起互相勉励，家庭稳固，教会就稳固；家庭属灵，教会就有新的未来。因为这样，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对跟错，而是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我们隐隐约或是没有不着痕迹哦，没有什么感觉，突然间发现说，哎，每一个家庭好像失去了这个部分。看了一篇文章，叫做《当厨房沉寂》，当厨房沉寂，看起来这个就是不是现在家庭的常态吗？但告诉我们一个值得提醒的地方，很有意思。在座很多是年轻一辈啦，如果你也不是住在乡下，从小在乡下成长，你一定已经很少看见这样的图像，就是袅袅炊烟。现在哪里家里还有这种瓦斯炉也看不见烟了哈？这个可能在画中或是在影片当中看见。牧师在小时候有经历过这个所以感觉那种温度就来了。这样一个漂亮的乡村，当家家户户烟囱吹出了白烟，就知道这个家的温暖来了。也因为这样，我们看见传统的厨房，老阿嬷或是妈妈在那个旧的灶生了柴火，然后让它温度上升，在那边一盘一盘美味的菜就出来了。我记得小时候，我的故乡澎湖，冬天这个时代很冷，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很好的隔热设备，所以呢，都很喜欢当阿嬷在煮饭的时候，或是家人在煮饭的时候，很喜欢跑到那个灶的前面就当成说喜欢帮忙生柴火，因为你要看那个灶的火要不要熄掉所以坐在那边很温暖，因为那边有火炉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突然间已经在我们的生活消失了。那世界在转变，时代在进步，你也不可能再回去。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家庭里的袅袅炊烟，来对照现在外食取代家里的炉灶，才是我们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地方。时代在变化了，这个也回不去。但是我们思考是那个点，这是什么点呢？家庭温暖的基点。所以我说这篇文章给我很多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学习他说：当厨房沉寂，他说
当外食或是外卖取代家里的炉灶，家人不再因为三餐准备而忙碌时，家已经渐渐不像家，家人之间也就因为各自以为的忙而生疏离心了。真的，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心有戚戚焉，因为现在特别在都市里面，吃东西要煮很麻烦，那要买很方便。现在 Uber， 我们的那个 Panda 户都把你送到家，看起来是很美好，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呢，这个专家在这篇文章写说，我们失去的更多，失去的更多。他说：“你有没有想过，烹饪不只是一个家事它是维系家庭的无形纽带。”他在描述说，在1980年代，美国家庭开始减少烹饪，因为外面的外食很方便，外卖啦、餐厅啦，更不用说那一些麦当劳这些简单的食物很快就完成了。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他就做出一些警告，他说这个家庭看起来时代进步没有什么大不了，很自然嘛。但是呢，他说如果国家帮你照顾儿童跟老人，私营企业帮你提供食物，那家庭的根基就会被削弱。看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你如果想一想，真的是这样。有时候牧师也是常要跑出去买一些吃的东西。我突然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说会不会以后我们台南市东西南北各盖一个大食堂，全部的人都在那边吃饭，那不用在家里面煮，都反正都一定要在外食了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每一条道路最多的就是餐厅嘛，或者说就是各种餐食这样子。那专家看得很仔细他是因为说，在这个变化当中，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很少人关注，但是那个数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在1971年的时候，已经50-60年前了，71%的美国家庭是传统家庭，换句话说就是丈夫、妻子、孩子都住在一起。但是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在美国这个71% 的这个传统家庭，现在已经剩下20%，所以剩下的家庭去哪里了呢？可能是住在养老院了，可能是住在租来的公寓。孩子可能他上了大学就离开你了，或者说他觉得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了，宁可到外面租房子。那这个看起来也是生活上的需要但是慢慢这个情形就会看见，这个家庭的餐食成为一个样本，因为这个家庭厨房的关闭，就会付出很多隐性的社会成本。家庭因为这样，它的坚固度就疏离掉了。所以为什么家常菜还那么重要？家常菜，我们当时说外面大鱼大肉能吃一餐家常菜多好，对不对？你一定会想到，现在春节快到了，很多人跑回家乡，跑那么远我们不要说千山万里了，关山万里，我们只要说要挤火车、挤高铁，回到家只要为了吃妈妈的味道，吃了妈妈的味道。所以家常菜通常都不是在于说营养多丰盛，而是那个爱跟连结跟归属感。更不用说在台湾，我们的交通已经算很方便了。牧师在离岛的故乡，有时候真的想尽办法就想要跑回去一趟，因为在那边有家人煮的菜的味道，那味道在外人来看根本不值多少钱，但是你觉得吃了就心满意足，你的那个心里的整个的根的力量就会被放下来，你会觉得一切都已经足够了，是最好疗愈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一个温馨的家庭餐桌，不在于里面多丰盛，里面的价值多好，
但是你想想看，当妈妈的手艺被米其林3星代替了，家里面随便炒个菜煮出来的味道，已经被所有外面的外食那些口味、奇异的口味，大家都吃同样的口味，已经慢慢被侵蚀掉。所以，这个温馨的家庭餐桌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家常菜的重要，是因为它不在于营养，而是爱跟连结的归属感。当家人坐在餐桌旁，心与心的距离就会更接近，孩子会从祖父母的长辈身上吸取智慧，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温暖跟柔和。我算是在从小长大，就在一个3代的家庭，所以一般吃饭就很多人就对了。我记得很多礼貌、很多规矩、很多讲话的提醒，都在餐桌上完成的。你夹菜，你吃东西的声音，你放碗筷的地方，就会在餐桌上被教导了。所以餐桌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更是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每个人都在独自用餐啊，即使大家同坐一个桌子用餐，你在看手机啊，你在追剧，然后大家没有在讲任何句话，吃饱饭就解决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家会变成招待所，家庭的关系有点像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好像很认识，但是又很疏远。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付出的成本有多大，我们知道外出的用餐，它的隐性成本很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商家他如果是很良心，他就很认真，但是有时候常常我们吃到的是劣质的油、食用油，更不用说人工香料，还有时候对快餐会产生一种沉迷。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年轻人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慢慢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呈现的。我有一个感觉不一定是对，我发现说，年轻的时候以前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精致的食品，或是经过化学处理的食品，有时候我们常会坏肚子，对不对？吃了奇怪，怎么胃肠怪怪的？我现在好像觉得很少这样子的。我不是我胃肠太好，而是那些食物都被人家处理过了，好像那毒性都被处理过用一些防腐剂或什么东西让你吃下去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其他地方更严重。弟兄姐妹，讲这一些不是牧师是专家，我的意思是说，觉得这个文章点到了我们平常很疏忽的地方，所以现在还不晚，我们可以重新点燃厨房的热情，不仅是炉灶，还是随之而来的温暖、保护、文化跟健康。因为卧室构成了房子，但厨房就是构成一个家庭。我们当然知道大家忙碌，下班了回来怎么有空煮饭呢？除非家里面一个妈妈、一个阿嬷，大家没事去买菜回来。我的意思说，不是注重那个形式，也许从外面买了东西回来，你可以把它布置的成一个非常温馨的餐桌，大家在餐桌上面分享、祷告、祝福，然后一起感恩。甚至呢，买回来东西不是为了解决你的肚子的饿温饱，而是让他觉得他就是在这个餐桌上形成一个爱的连结。我有一个体验的我们也常常要去外面买吃的东西啦，买回来你知道一定要么就用塑胶袋包着，对不对？要么就是餐盒包着。买回来的时候谢牧师他一定不会先在桌上把东西摆好，他都要拿到厨房里面，厨房那边，哇，把那个最喜爱的盘子拿出来，那个碗拿出来，把它倒进去了，感觉上觉得这样好像比较有仪式感呢虽然不是你自己煮，但是摆这样就感觉很舒服。
有时候我在讲说，哇，你倒上去我还要洗很多呢，干脆只弄完就丢了啊。他说不行，啊，盘子都拿出来。我说那个不是为了麻烦，而是说觉得餐桌就是神恩典。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哦，在日本的家庭，他们很重视一起做饭。记得做饭不是吃饭，做饭。哎呀，切菜，还有整理那些不是肉啦、鱼啦，那些整理就是一个最美好沟通的地方。有时候小孩子笨手笨脚的，但是有时候家人会觉得，那你要做这个，问题是为了要借由人生最重要的饮食，来建造一个家庭的交流。有人在这样子讲说，可能大家有人去欧洲旅游或是住过地中海地区的家庭，他们很注重把用餐看作一个神圣的仪式。大家去旅游一定有一个经验特别是在南欧或是在地中海沿岸他们晚上吃饭是6、7点或是7点多，一直吃到11点，因为他们太阳比较晚下山所以你说一餐饭可以做个3小时、4个小时，有什么好聊的好吃的？我们都知道，餐上的美食是很重要没错，但是重点是大家在那边一个生命的交流。因为这样，我们说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突然间生活一过，发现真的这个是我们差距那么大。我们怎么样再把这个餐桌复兴起来，让家人在餐桌上一起享受一个最基本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一个结论是：厨房不是准备食物的地方，它是滋养人际关系、传承传统、维系家庭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妈妈的味道太重要，妈妈的味道太重要。有时候是爸爸煮的，也很好吃啊。问题就是说，你因为从小那个味蕾已经被定型了，在家里面你会看到一个温暖力量。所以很多人外乡游子为什么奔波要回到老家？好像觉得回去一趟，你的身心都被疗愈到。重点是在这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互相勉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自豪说我的家庭完全都是那么样的坚固，那么样都美好。我刚刚有讲，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操练的地方，不是在职场，不是在外界，就是在你的家。因为家里面神预备了各样的元素，让你操练你的品格，操练你的人际关系，操练你那个生命的付出、饶恕跟牺牲。所以一起努力说，互享50，家庭坚持，是因为这个房子是建造在磐石上面。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教会在推动这个蒙福家人事工，其实是一直在进行当中。只是说提醒一下，我们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我们一起从各方面去努力。互相教会推动蒙福的家庭的圣工，我们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借由中会给我们提醒到了，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一个属灵的敬虔操练，有8步，前面4步是一个个人灵性的操练造就，那后面4步是什么呢？就是这4项，很简单，但是他在告诉我们，这个是最基础的部分。第一个，鼓励大家每周1次有一个亲子家庭的祭坛。这祭坛形式很多种，一起举行传统的家庭礼拜也很好啊，或者大家一起分享。那手机封面拿出来，就可以看到很多经文可以分享，或者小小的一个小小的福音信息然后家人不在旁边，不在餐桌，也许我们可以用线上 RPG， 一个短短的一个温馨时刻，一个感恩时刻。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太简单了没做没关系。你把它看成重要，看成仪式，它就很重要，它就很宝贵。我们也鼓励说，每一个人每月有一次家庭聚餐，那这个更简单。在家里面本来就有聚餐，但是因为我们把它仪式化，你就发现大家在一起很慎重，缺你不可，大家一起在餐桌上分享。我们要鼓励在家里面，我们要尊荣父母，
让父母觉得你心是在意他的，是有孝顺的，有肯定的，甚至一个孝亲会，然后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家庭一年有度假一次。度假一次，换句话说，不是找哪个地方好玩，是因为家人一起在。现在寒假到了，我看到脸书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迫不及待到外地旅游回来了去度假回来了。好，这些都是我们基本上常提起的，只是说你把它认真对待，你愿意这样子做。其实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事工，我们说姐妹跪倒，兄弟起跑。我们之前常常很注重姐妹的关系在教会有姐妹团契但是很少有弟兄团契啊。所以最近呢，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宗会就提出一个案，说总会都只有妇女团契，怎么没有兄弟团契啊？他是兄弟事工部，他觉得弟兄很重要。我们教会算是很感恩的。我们之前小会在统计我们教会弟兄参与服事的不少了，甚至要有一半表示说我们很平衡啦。那我们宗会推动一个课程，叫做男人勇士的课程，因为它很密集有时候我们现在要教会推动不简单，因为它要有大概9个月的课程，那里面就是一直在操练弟兄成为一个家庭的支柱。那另外很实际的课程是我们教会在推动，周报也在报告冠冕理财、真道理财课程，因为他要告诉你怎么样用圣经的眼光看待你最重要家庭的经济，怎么样理财才是合乎神的恩典的。我们现在刚好在招生我们教会如果人数够，我们可以自己办，要么就是跟我们的母会太平教一起合办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刚刚讲说家庭里面常常一个操练场，一个品格操练场。我们也看到有时候婚姻会遇到挫折跟困难，我们的哀伤陪伴的团队除了这个区块已经做得很成熟，就是关怀失去亲人的家庭以外，我们也另外开办一个智慧的抉择还有婚姻关怀的课程那些都是要提醒我们说，人的软弱、人的罪产生的困难，怎么样透过圣经教导让我们去回复。所以家庭最重的一个点是说，不是我很完美，所以建造一个完美的家庭，都不是家庭就是一步一步常常跌倒，常常挫折，常常失误，但是家庭是最容易改变的地方，就是容易悔改的地方、改善的地方、重新来过的地方。因为家人因为有生命的关联，你会因为这样产生赦免，产生饶恕，重新在一起。期待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彼此成长、彼此努力的教会。最后我们要分一个小小的故事，大家最近最夯、最流行的就是这位 Alex， 他爬上了我们台湾的最高楼101这故事真的轰动了全世界，因为有那个 Netflix 在直线转播，我相信大家看了有时候很多人喜欢看到那个脚都凉起来，说糟糕，他每一步都是我们最困难的。其实他爬3步，我们大概就爬不完了。那重点是他的成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啦？我看到2篇文章很有意思。第一个是说，这个 Alex 登上101，为什么他的酬劳那么多有2000万的酬劳？但听说他又把这个钱捐出来了。讲了几个点给我们提醒他说，价值取决于不可被取代。谁都会爬，有人在不平说，凭什么我们台湾很多攀岩高手，为什么不让台湾的人自己爬让一个外国人来爬？但是没有装备空手爬，你敢不敢？好，他就不被取代。所以 Alex 他高价是因为他能带来实际的帮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酬劳是最简单的，因为他带来了全世界的目光。101这个赚翻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他
这个焦点。台湾也很高兴啊，因为被看见了，更不容易说，更不用说这个转播的这个整个的规模是让人家不可取代的。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承担风险，没有人敢，他敢，所以本身就一种价值。最后这篇文章跟人提起说，是因为你做了品牌，而不是为了时薪。很多人都在爬，只有他爬了让人家感动，是因为他是不可取代。我们互祥教会也是这样啊。你如果互祥教是一个品牌，是不是没有被取代？就是其中之一，人家都觉得我来互祥教会跟去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故事，我说顺带提起的，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重点是，这一位攀岩高手的妈妈这个妈妈，她的故事更感动。她的妈妈从小看到这个 Alex， 好像就我们传统说，好像有一种自闭的倾向。他不会人际关系，他觉得跟人互动很困难，所以他宁可跑去跟墙壁说话，跟那个石头说话，因为石头都不会特别给他什么样的，他只是自己表达自己。所以呢，大学是读了出名的伯克莱分校，他没读毕业就退学了，因为他不想那种人际关系，所以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一种箱型车，然后全美国到处的攀岩场他都去，平常就住在里面，听说有10几年。那这个故事是说，这个妈妈本身的运动不是很好她也不是真的是教他儿子做这样子，但是他为了要亲近自己的儿子，他怎么说呢？他是58岁才开始攀岩。为什么要这么拼？他说 ，Alex 总是待在山里面，如果不去爬山，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去真正走进儿子的世界。一位妈妈在她的心思里面，她不是把儿子拉回来，她所想象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名校读完书，然后去找一个好的工作，而是妈妈来救这一位孩子，他的取向，他的人生的目标。所以为了要接近他要学攀岩。所以他不想只是一个坐在家里面担心受怕的妈妈，他要亲手摸摸看孩子所抓的那个石壁到底是怎么样子。唯一的办法，他也学攀岩。所以 Alex 当然是不得了就出名了。但是他妈妈也不遑多让，因为妈妈她66岁就成为美国的 Yosemite 的国家公园那块酋长岩最老的一个女生爬上去了。70岁别人在吃生蛋糕，她爬上几百公尺的高空看日出。虽然已经70岁了，还在天天练习。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个故事，我是说，一个美好的家庭不常常是一个人的意见所左右，而是看见孩子怎么样成长，让他成就，让他成全，而是让他现在成为世界不可取代的一个攀岩高手。弟兄姐妹，家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是一个人类世界最微小的缩影。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家庭成功，你一切就成功。换句话说，另外一句话，没一个成功的人，一个事业工作什么，能够取代一个失败的家庭。那是很残酷的，但是也是很真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在当学生，永远毕不了业，因为它是我们人生一生的功课。愿神让这个坚实的家庭成为互祥教会最大的荣耀跟应许。我们要一起祷告，然后来一起攻守主的圣餐。谢父神，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家庭坚实是50几年重要的基石。主啊，不只是我们在口头这样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家庭的功课，所以我们愿意学习圣经所说的，不是主来建造房屋，建造者工作都无效。我们要学习聪明人，把神的话拿来实行，就会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功课不简单，而且是一生的功课。那当我们愿意臣服在你面前，看见神给我们的引导，我们就发现很多难处就被化解了，很多亲子上面的冲突被神的爱所融化了，很多我们觉得不可能突破的事，神在奇妙当中，神机骑士都要临到我们当中。神啊，愿富强50家庭监视是我们富强教会最美好的礼物跟功课。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也一起通过